國際能源運輸重要水路荷姆茲海峽目前是起予伊朗封條咧。國際能源總署最近是決定要把4億桶的這戰略石油給提出來。那根據這全世界石油用量的統計，美國一天才用到1912萬桶用上濟，也咱台灣是82萬桶，全世界排25名。能源運輸命脈，荷姆茲海峽因為戰爭差不多中斷，讓全球的油價大起。國際能源總署甲能源協會統計，全球石油一天平均用量以美國1912萬桶上濟，過來是中國甲印度。台灣石油的用量是82萬桶，排名全球第25名。原油安全存量來說，目前看起來，那如果真的不再有源頭進來，就是依據現行的油品消耗來說，我們大概只能再撐大概3到4個月的時間而已。經濟部能源署進行指出，國內石油安全存量超過150天。專家認為，萬一中東戰爭延長，可能要為油品的消費做調整，以加劑量減少消費，有助延長油品的天數。若是石油無為荷姆茲海峽經過，佇海運界內部分沙烏地阿拉伯東西向原油公路，為東部省的阿布凱克油田穿過阿拉伯半島，再過直通紅海的鹽埔港，每天差不多500萬桶。若是阿布達比原油公路為內陸省的哈布縣油田通往阿曼灣的富吉拉港，每天差不多150萬桶。不過大體運載量對比原先經過荷姆茲海峽原油日運輸量1370萬桶，也是欠真濟。它其實沒有辦法完全替代掉從荷姆茲海峽進出口的那個問題。油管的接通點，就那個港口的作業區，它是不是跟原來的港口作業區一樣的長、一樣的便利？專家認為，若是荷姆茲海峽持續封鎖，唔那國際油價起價，包括飛機附加費用也會增加，最後唔那可能引起通貨膨脹，全球也有可能石油危機，都要謹慎因應。記者採訪報道。